Michael Jackson 嘅驗屍報告將於下週公佈，唔少人推斷 MJ 因為服用過量藥物而死亡，而最近有指 MJ 濫藥係由於25年前拍攝飲品廣告時候，導致頭部嚴重燒傷嘅意外所致，而意外嘅片段終於首度曝光。喺1984年1月27日，當時已經憑住《Thriller》呢張專輯奠下流行樂壇天王地位嘅 MJ 喺洛杉磯神聖大禮堂拍攝飲品廣告，而當時台下大約有3000名觀眾。由於現場需要有煙花效果，因此需要彩排多次。當 MJ 第一次彩排嘅時候，煙花效果亦都喺預算之下爆破，期間亦都相當順利。但係去到第6次彩排嘅時候，因為煙花比預定嘅時間提早爆破，因而發生咗嚴重嘅意外。呢個時候工作人員即時衝上舞台為 MJ 撲滅頭上嘅火種，場面混亂。就鏡頭所見 ，MJ 嘅頭頂有一大塊頭髮已經被燒光，露出頭皮，而 MJ 亦都面露出痛苦嘅表情。呢次嘅失誤導致 MJ 嘅臉部、頭皮有2級至到3級不等嘅嚴重燒傷。後來 MJ 多次接受手術同埋治療，有傳佢更加因此經常依賴服用止痛藥止痛，被外界猜測呢次嘅意外成為咗 MJ 日後濫藥同埋多次整形嘅導火線。MJ 嘅死因眾說紛紜，據知涉嫌用非法麻醉藥物導致 MJ 死亡嘅醫生麥理已經多次被警方傳召問話。有消息指警方已經掌握足夠嘅證據，麥理極有可能被控謀殺。另一方面，作為 MJ 嘅好友玉婆伊麗莎白泰萊最近就被傳出因為傷心過度自殺而入院救治，不過原來只係虛驚一場。玉婆已經透過網站否認自殺，亦都解釋入院只係因為背脊痛而接受例行檢查。